不是220伏的吧？我也不知道多少伏，220伏吗？我得要问清楚哦。我到时候去问一下。他这农村乡下，你看遍地都是这样子的。你说220伏是220伏吗？所有的店我得要去问一下哦，问清楚了，不然等下机器买过来用也用不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洗衣服啊，120伏中国是同样的，不同之处，他们用于插头是北是。哦，这样子是吧？我还不知道哎，我记得他们这电压伏没那么高吧？你真的是开玩笑了，哥，2根手指插进去试一下。一看安娜干活就还是熟练了，对，他熟练了。电压这一样的是吧？我到时候问一下他们这边的人到底是多少伏。是220伏，我就可以去买那个机器给他们劈柴，就不用那么费劲了。直播干啥不用小孩？这才多久啊？认识才多久啊？缺个洗衣机。对，厕所准备整呢，还没整，跟他爸说了好久了。他爸要上班忙这个那个的，搞这些东西不如修个厕所实在。对，先把厕所修好先嘛。买台洗衣机，还那个呢，还哥哥姐姐们没点关注，点关注啊！洗衣机的话，等这个厕所建好，沙子这里也有一点沙子了，哎，也不知道他爸什么时候叫人过来整啊。安娜。节目变红呢？你空挖了？说要不问爸爸什么时候才有那个厕所弄好才能买个洗衣机，买个水池。这洗衣服多累，我买个洗衣机了，直接不买水池了，直接买个洗衣机了。就是把厕所修好，把洗衣机放厕所里面，这不是更好吗？又不用动手了。对吧？对，干活挺利索的是。小姐姐陪主播，我店还有富余出口这样子的，还有富余的。那这边还经常停电，为什么？水池台这边整不了，你看地都不平，唯一一个厕所还是修的感觉这，你看，唯一一个厕所这里还打了个老鼠洞，是不是？这里有个老鼠洞，好几个老鼠洞，我跟你说，那肯定啊，这边洗衣机肯定比中国要贵，是的。这边东西基本大部分都是靠进口的，一般洗600到800是吧？我还没去看呢，我先把厕所给它整好先。厕所整好先，这机器太吵了，他们这边在弄什么啊？我看一下，这边在弄什么啊？那么吵，多好，也是没有预建工资，所以没有预付建厕所工资。不是，他爸是说不是这个回事啊。电压也是22伏吧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还要去问，一定要问当地的人才能清楚，不然的话把机器买过来，你柴又劈不了，是吧？这电不够大，我也不知道电够不够大，这样能证明电够用了。他那个机器是不是也是220伏的？哥哥姐姐们，他这个机器是不是也是220伏的？刚刚看的。毫米机是380V 的，我去看看。我也不知道怎么问呢，这怎么看啊？应该是220伏的哈，2V 的，220呢？看一下开关，开关在那上面呢。那个上面进线有几个？我看一下，进线好像是一坨。看插头，我看安娜家不就好了吗？看安娜家的电线嘛，是不是？我看看啊，我也看不懂，不知道是多少伏的。能用的话，下次就买那种机器。他们是这样子的，百度一下，有人知道吗？2线进，2线出，你们看一下是不是220？哦，那就是220了，那就可以了，和中国一样是吧？那就可以了，没问题了，那就没问题了，那就可以买那种机器了，买那机器可以用了就。操作上有220V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大家说220嘛，我就把那机器带过来试一下。是我6平方4平方，我也这个看不懂啊，真看不懂。
不用买大的太贵，买小的嘛。它那个机器只有那种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买洗衣机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我看的是这种这样子的可以吗？这样子切柴的方便多了。对，就是这种，可以呢。对，这种可以，我就准备买这个。你那个太粗了，不会的，不粗，那些柴不粗，那些柴挺细的。我买个大范围的就可以了，其他都没用。卡哪里了就380V 是3根线，2根火线，1根零线。哦，这样子是吧？他们也就1年用一次，有必要买吗？也可以买过来，让村里人花钱到他家劈呀，是不是？花钱到他家劈呀。这个劈柴火是22V 的，对，是22V 的。空气钻，然后一个是充气钻切木头，还有一个是哥哥姐姐们，我创个投票，这投票怎么创建不了？哥哥姐姐们，我投了一个票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你说我是买这种，这种切木头的劈柴的好呢？这种劈柴的是右边的那个平躺的是右边的啊，平躺的就是那个木头切木头的，然后充气的是哪个啊？充气钻一样的那个是哪个啊？我看一下，哥哥姐姐们来挑一下啊。充气钻，就像这样子的劈柴的，这样子钻头一样的，像这种一样的，充气钻一样的，这样子劈柴的，哪个好啊？左边的是钻头的，哪个劈柴快？这个劈柴快。一个木头拿起来太重，方便，选第二个。平躺的啊，第二个是平躺的，就那个平躺的那个就是平躺在那里的，然后放上去，电锯的好，看一下啊，我搜索一下充气钻切木头，充气钻头，哎，你们能懂吧？就是那个充气钻电钻一样的那个，电钻一样的就是那个钻哈，电钻一样的就是小星星是电钻的。然后抖音那个呢是平躺的，就是放上去它就给你割开，放上去就割开的那种。大家可以投票啊，看一下选择哪一个好。就是这个是第二个，这个是第二个啊，就是躺在那直接切的那种，把木头躺在那就切了。这种是第二个，第一个是那种电钻一样的那种。上头的是这个 ，OK 啦。哥哥姐姐们能看到就好了，看一下支持哪一个啊？这个啊，选钻头的，这个不专业，你偶尔用还可以。大家觉得哪个方便嘛？投票看一下。哇，感谢我橙子哥，哥哥姐姐们选择哪个我就支持哪个。这个是抖音啊，这个是抖音，就是投票支持哪一个，你们选择哪一个？还有1分钟啊，或者说是买这个，这个是1哈，这个是1，这个是小星星啊，这个是小星星。投票马上结束了。1方便，平躺只能切柴，钻木头，钻头用处多。抖音的好，哥姐姐们支持抖音的就
往抖音上，那个抖音上那个平躺的那个支持。我看一下大家都是选哪个啊？哥哥姐姐们，西装用途更广，修房人能用上。看看哥哥姐姐们的意愿啊，还有19秒，还有19秒啊！到底有没有用？我也不知道，没买过，因为哥哥姐姐们有用过的，应该也有知道了解过的，所以说我听大家的意见啊，用哪个？5秒、4秒、3秒电钻，那就买那种钻的，钻头的是吧？坦克300找老吴。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那就电钻，那我就去整一个电钻的啊，电钻的方便。那我下次就给他整个电钻了。用不了，不要交自然税，我买过搞不起，直接搞不了。不会吧？有油具就不用钻头，电钻便宜一点。看来大家都选电钻，电钻呢，我看看咯。给他整一个电钻，充气钻，看来大家都还有很大的意见，没办法，投票赢了，我到时候就先整个电钻的试一试啊，试一试，看看能不能行哈，能不能行？按照大家那个今年勤快啊，那今天勤快吧。做过实验，电钻容易卡住。我也没用过，不知道，到时候试试看。不好，但是白花钱，还是斧头好用。没有，安娜刚刚洗衣服洗的，压不住这手机。稍等啊，决定了就买那个啊，不密啦。不密啦。我买那么多衣架没啦。买了12吗？哦，我买了将近50-60个衣架，没了。没了，我下次再给他买个几百个吧。衣服来了。啊，衣服很多，我再买几百个衣架。啊，奥斯莱呢？你这是什么？放里面洗。下次多买一点衣架啊，好不好？今天没什么太阳，没有衣架了。这边衣架下面那个钩子塞裤子不会用。哦，会用。哦，你说勾两边是吧？勾两边啊，那他喜欢这样用，没办法，他要勾中间。你的衣架占多数，我的衣服没有占多数哦，他的衣服也比较多。那裤子都没打开，打开了吧？打开了，打开了。也勤快，没办法，得要做事，不然不做事不行啊，是不是？老我媳妇儿多少？很多很多很多，2个人瘦的跟竹竿一样。对，在这边没吃多少，瘦了10几斤了，在这边。眼镜不洗吗？眼镜洗啥不洗了？啊，好好像女孩，我看的好像女孩，不会吧？啊，我看的像女孩吗？题材买平躺的好。投票投赢了呀，他们投赢了，投买电钻的那种钻的，我到时候整个钻的看。啊，买个叫他们，开了一点点美颜，这个我不撒谎啊，这个不撒谎。这不撒谎。安娜去洗澡吗？啊，安娜去洗澡了。可以要中间劈吗？从旁边劈不行吗？炒菜不用油，哪里都放不起来。对，他们很少吃油的，很少吃油。对，要多动动，以免坐着做多了不好。效率高。买大斧头先试试。说为什么你不先洗完澡之后再去洗衣服？啊？为什么？等你搞不利了吗？哦，他
他说他要是洗衣服洗了，他说身上的衣服不就脏了？他说你先洗澡的话，他衣服不就脏了吗？啊，对，对，他说洗衣服洗好了再去洗澡不就 OK 了吗？啊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啊，为什么不洗完澡再去洗衣服？对，直播间还没有他聪明，一在洗澡没毛病，是没毛病。所以说嘛，有时候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喜欢说澡洗完了把身上的衣服也顺带洗一洗，是吧？但是安娜是想的，我澡洗完了，我再去洗衣服，那身上衣服不就是又脏了又出汗了，然后身上又是水了，多难受。为什么不直接洗衣服洗完了再去洗澡呢？对吧？每个人想法不一样，没有热水，没有热水。厕所我跟他爸说了好久啦，我说去找人盖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还没盖。我问安娜，安娜说在找人又是干嘛？你们要知道他们这办事情嘛，肯定就比较慢哈，不会像咱国内一样直接说了明天来，好，明天就过来了干了。这边呢还得要说我出个门呐，做个仪式啊，今天适不适合做这个，明天适不适合做那个啊？所以说有时候你就赶不上他们的节奏哦，你不是他们赶不上我们的节奏，你知道吧？哎呦，洗澡就不看了，咱们去看看菠萝蜜啊，菠萝蜜，大公鸡，这些鸡味道很不错，这些鸡。安娜生活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，其他的都是瞎想的。对，其他都是瞎想的。看斗鸡，这里有斗鸡吗？有鸡在斗鸡吗？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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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，鸡蛋都没有。你看这哈密瓜快熟了。每天有时候一天洗2次，感谢我海波哥，感谢海波哥。对，洗澡外面洗是的，抓一只烤，算了吧，还要卖钱呢。这哈密瓜快熟了，这小的哈密瓜坏了，哎呦，这哈密瓜，这上面有个大的哈密瓜。这边多少度啊？我看一下多少度。26度，26度。这叫菠萝，菠萝不长这样的吧？今天人气高，是的，是的。哎呦，不能看。26度不热啊？对，不热不热。哥哥姐姐们没点关注，点点关注支持一下啊，支持一下。这里还有柠檬。这柠檬快熟了，人才。我跟你们讲，他们这样洗澡其实已经很普遍了。我跟你讲，在那河边，他们都是这样子的，都是裹个浴巾，直接就在河里面洗了，很正常的，见怪不怪了。可能人家还觉得你这演演的还害羞的，人家还觉得你什么情况，对不对？都看啥？都浴巾裹着，看不到又看啥是吧？他们这鸡鸭也挺多的，不要跑到菜园子里面去哦。大中午冲澡，对，那菜园子整的差不多了，西瓜也，我要浇水喽。哥哥姐姐们，安娜洗澡开始，我就要浇水了啊，要浇水了。这个西瓜长出来了，你看小苗。我那2根甘蔗都还没见到呢，还没发芽呢。这2根甘蔗，这是甘蔗吗？不是甘蔗，不见了。甘蔗长得那么慢的吗？它发的芽，哥哥姐姐们，这甘蔗发的芽长得那么慢吗？对，田园生活。
这里也播了一点什么菜，还有这边的空心菜吧，空心菜倒长得挺快的哦，是不是空心菜呀？这啥菜呀？不认识，挖开看看，挖开会不会不好啊？死掉啊？这个不能浇，这个不能浇。甘蔗不用盖土，出来再盖土，是吗？不然它出不来哈。应该在这边，我找一找。哥哥姐姐们说要不要盖土啊？这芽呢？别盖太厚是吧？哦，那就听大家的，不盖太厚，盖一点点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哦，对，松一松，是有那个根了，已经有根系了。再浇一点水，再浇一点水。西瓜要等1年吗？不会吧，那么久吗？浇了，不浇了。昨天晚上下了大雨，不浇了。那么着急干嘛？你打算拔苗助长？我挺着急的。我洗个手。甘蔗要1年后再吃，我打算都不吃，我让它多长一点，多种一点呢。难得有2个甘蔗苗，对不对？你们这一天呢，满脑子的画面。欢迎啊！老鼠敢吃，他们敢吃，他们都敢吃老鼠。对呀，老鼠还敢过来吃吗？先长根后发芽。哦，那就还没有，那就先不管了。安娜在干嘛？安娜在洗澡，不能看啊，不能看。喜欢这些鸡哈，想吃了是吧？想炖了。哎，这些柴火就先不劈了，我跟他们说一下，买个那个工具过来，再劈。不看我也得看啊。那蚂蚁窝里面有什么东西也不敢吃。蚂蚁这边太多了，只听听水声。好看啊，就喜欢看我。哎，感谢我红枣哥，谢谢我红枣哥。我把这墨镜摘掉不就好了吗？哎呀，这眼睛有点小哦，是不是？安娜说叫我去剪头发，在这边天秀。安娜好了吗？这个鸭味道挺好的哦，这个鸭。对，这边天气比较热，有一些地方有空调，有一些没空调。他们晚上不需要空调，很冷的，十几度。劈得快，方鸭很帅，你看，他还带皮肤的，还戴了面具，看一看啊，别着急嘛，哥。他这是戴了什么？眼睛边上还戴面具呢，好肥的一只啊！这只应该是公的吧？会不会下蛋哦？炖了，番鸭，这个是母的应该。这个母的，对，不知。